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3，诗篇119篇1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要专心寻求你，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无偏离你诫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真实甲公义的上帝，你是大有恩典甲怜悯的天父。愿毋望你的拯救甲公义的应允，直到目睭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来款待阮，也将你的律例教示阮，因为安尼，你要赏赐阮平安甲通达的路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教示奇妙，是阮要尽心遵守的。你的话一个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戆人通达。求你互阮逐日以爱亲近你，互阮对你的话来得到帮赞甲扶持。主啊，阮要专心寻求你，求你互阮无偏离你的诫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伊是真实公义的上帝，也是大有恩典甲怜悯的天父。咱若专心来寻求伊，也互咱伫每一天的生活无偏离伊的诫命，就伊要将百般的恩典甲福气来赏赐咱，也时刻甲咱三个伫地。愿主是阮看顾咱每一天，拢较无来亲近伊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